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湾不胜区选手陈亮丁选手透早回国了。去年中摕到台湾护照空中英语教室创办人裴明辉，昨暗过身，食到98岁，伊交代所有一切拢要滚出去。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何锦丽，昨宣布副总统的人选是今年60岁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华兹。咱先来看台湾不胜区的选手陈亮琴第8个奥运女子采访团采访报道。再来看今仔透早，各有奥运的选手回国了。台湾羽毛球男双金牌的李勇、王泽林，各有台湾球协戴资颖、羽球一哥周天成，甲咱射箭射球代表队拢转来到台湾了。伫飞行机顶哦，总统赖清德嘛用广播来欢迎感谢这个选手，机场公司嘛用泉水的仪式来迎接。李勇伫接受访问的时表示讲，伊煞来去国立体育大学教册哦，嘛望讲会当来参选羽毛球协会理事长来推杀羽毛球。才打入飞行机，都受到热情的欢迎。奥运的台湾选手小连续回国，射箭、羽毛球甲射球代表队搭中央航空比亚88班机，初一透早登来桃园机场。李勇陪2个人甲金牌挂伫分数顶，王泽林因查某朋友陈思源去机场接机，2个人手是牵条条。也那射球的选手李明婉嘛，甲铜牌挂伫分数顶。戴资颖是真罕尼甲长头毛绑落来，而且嘛地无啊。太幸运了，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概率？之前真的不知道。上飞机之后有看到他们？对，看到了之后我们才惊吓到啊，跟我们同班。甲选手坐共一班飞行机的民众讲，实在是真好运。外口早就有真侪民众伫遐等。有送花，嘛有送造型气球，把一个真难得的机会，甲这个选手做伙翕相，甲讨签名。能拿下这面金牌，我真的感觉非常荣耀。那希望4年之后呢，有机会能继续努力，看可不可以参选羽协的理事长，看可不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身为选手的帮助。这样。利用退役了后，除了想要参选羽球协会理事长，后来嘛去国立体育大学教册。也那王泽林未来会甲区上家合作。继续在球场拍拼。对啊，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射击，让我们有更足够的力量跟氧气，创造更多的不可能。射球真优秀的选手李明婉，在男子定向飞靶项目摕到铜牌，这嘛是台湾在奥运历史上头一块射球的奖牌，希望会当继续拍拼。也那桃园机场公司嘛特别用高规格以夜水的仪式来迎接这个选手，在回国的飞行机顶悬。总统赖清德嘛用广播讲欢迎因回来台湾，欢迎各位台湾英雄回国，大家都辛苦了，全国人民都以你们为荣，再一次感谢你们。那机上有听到广播吗？有，我们大家都很开心跟着他们。所来还有亚当、跆拳道甲霹雳舞等等的比赛，会在8日奥运进行。台湾的民众迎接这个选手回国，嘛希望所落来比赛会当有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股市大起大落，昨美国股市反弹嘛，带动台湾股市今仔一开盘嘛起137点哦，尾也是收伫21295点，起794点哦，嘛是咱台股这几天来收盘起上济，起超过3%。因为顶礼拜五股市是大落上1000点哦，所以违约交怪金额有2亿3000万，最近恐惊，最近状况哦会阁真济。美国4大指数初六收盘全面起，台股盘势也受到刺激，开盘起137点，上悬一声起766点，来到21267点，徛起哩半年线。分析师认为讲，这一波的杀盘的中心是来自美股甲日股，伫国际市场情绪渐渐慢落来之下，拄到低点尾盘入场，指数暂时转来到5日线附近。过去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急速杀盘之后呢，市场过度恐慌，融资连续2天就大减了接近500亿，这是造成这一波指数强劲反弹的一个重要关键。最近台股起起落落，大家拢亲像咧测试投资人的心脏。金管会初六宣布讲，
开放冠商办理认购借贷，相信伫第4季会当上路。这项业务过去敢若银行会当做，按算会为代购搁添资金的活水。那这次开放证券商办理认股借贷的业务呢，将有助于扩大证券商业务的经营范围，也可以满足上市柜公司员工及原股东认购公司现金发行新股的资金需求。代购顶礼拜5大落1004点。根据证交所初6的统计，计共有13户无缴钱、买进卖出，累积的违约交挂总金额大约是2.3亿。材料 KY 各股拢分别发生大条钱违约交挂。受到国际影响啦，那没什么啦，长期持有就好了。不过，唔拿顶礼拜5尔，代购欧息8亿大半1807点，按照 T+2交挂制度，初期无排除期限内口座钱无够，违约交挂的情形会搁较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防总预算哦，搁再创历史的新高，明年会到6470亿。总统赖清德是强调讲，这是展现自我防卫能力。有立委嘛指出讲，国军哦亏负1档的25亿，至少得爱增加160亿的预算，佮加上作战训练的费用，拢可能会去影响到军事的投资。另外，国防部今仔早起嘛公布讲，有36架次的中共军机飞来咱国的防空识别区，上近哦离高乱片只有33海里。国防的总体预算，包括基金与特别预算，也再创新高，达到6471亿。中国对台湾威胁愈来愈严重，台湾展现自我防卫决心。总统赖清德接受前总统蔡英文的政策，连续2年国防总预算突破6000亿，明年是到6470亿，搁再创历史新高。对此，国防部进前就说明，这是为着因应明年复前的高峰期。中共在我们的海空上面带有敌意的这种巡弋，或者是最近在灰色领域上面，中国不管是在金门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外岛上面，所做来的威胁，我们都必须要提高我们的国防预算来去做应变。因为人员的维持费跟作业的维持费提升，所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压缩到军事投资的费用。针对国军今年亏负1年期的25亿，增加至少160亿的能源仪器费用，加上作战训练的作业仪器费用，立委烦恼讲，这个费用提升，恐惊压缩到军事投资的费用。话声讲，国军开钱就要拍算好。另外，逐年汉国演习，国军拢会演练军机转场、军舰苏开停船，强化东部战略的保存。不过，中国军机最近侵了东部的外海，愈来愈侪解。国防部初7发布讲，侦测到36架次的中国军机走入来咱防空识别区 ADIZ， 其中有31架次超过海峡中线，相近距离五乱片干那33里，配合8架次的中国军舰侵了台湾。特别注意的是，有主战机、直升机飞到咱东部的外海。这些主战机如果是歼16一类的，它可能是透过空中加油的方式去让它延伸航程，可以进入到我方的东部的海空域。我们在东部外海有那个直升机活动的情报，那就表示解放军海军的船只可能会在附近。学者分析讲，当年4月份到10月份是中共演训的高峰期，无排除中国军机演练空中加油、延长潜载力作战的半径，直升机直接对军舰起飞，飞往东部的外海，熟悉区域的水文，进行战场的经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总统府将发布总统令，正式任命民进党的副秘书长用预算出任驻美的副代表。今仔用预算出席中东中央的活动的时阵，表示讲哦，有人讲这嘛是台美关系历史上上好的时阵，也毋过伊认为上好的时阵哦，佮还未到，嘛希望讲哦，逐工拢会当比上较好。还有一些人事上面的程序需要走，没有分进合集的问题是大使就是最高的领导，所以我们一定是配合大使的指挥。美国对于台湾跨党派的支持这件事情，我们也在华府感受非常强烈以及深刻。那这是一个非常得来不易的外交成就，大家常常讲说历史上面很好的时刻，但是我想最好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我们应该要持续的往前推进。用预算之前才带民进党外交陪礼访问团去美国访问10天哦，伊讲伊深刻感受到美国跨党派对台湾的支持，伊嘛望讲未来当继续来推动外交，增加咱台湾的能见度和国际参与。
再来看今年3月，因为钓鱼的意外，和中国海警救起金门一个姓吴的阿兵哥哦，伊伫中国已经超过4个月。今仔早起，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10批家属坐船去中国接人。伊读国小的查囝嘛，准备100份的考试卷，佮有卡片，要迎接爸爸返来过父亲节。详细对资料准备出发坐小三通船帮去厦门接人。金门姓吴甲姓何的钓客今年3月出海钓鱼，无细日因为大雾未航，互中国海警船找到。姓吴的钓客已经伫3月23返来到金门，毋过姓何的钓客因为疑似军人身份被中国滞留到即马，已经超过4个月，总算用返来。没有父亲节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希望赶快把儿子接回来。以后就不用烦恼了，每天晚上睡不着。所以儿子可以回来，真的很高兴。谢谢你们大家关心，也谢谢各位的努力，谢谢。姓何查甫人妈妈一直7、8岁，心中的大石头总算用放落来。初7早起，由国民党立委陈玉珍陪伴，伊的爸母甲查某囝去厦门。伊的查某囝也过来读小学，佮准备考试卷甲亲手做的父亲节卡片，要去接爸爸，欢喜团圆，等于过父亲节。中间也谢谢两岸相关单位包括我们陆委会啊、移民署啊、福建省台办、厦门市台办相关单位这个帮忙。因为姓何查甫人无依照定数出入境，即摆是用专案的方式，回回厦门出境、金门入境。陆委会主委邱翠静就表示，陆见姓何的钓客得到释放，希望伊应赶紧而且无任何附加条件登到台湾。不幸钓个已经超过了100天，事实上这是大家无法理解的事情。好，我们希望他能够尽速回到金门家乡来。针对外界的关心，进前互中国海警船强制带转去的漂浮者渔船大浸湾88号，人船什么时阵应放回来？邱翠静表示，希望完成应该会法定定数了后，被平安放回来，也希望因各方面拢平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空中英语教室创办人美国的宣教师彭明辉，昨暗伫台北淡水的马街病院过身，食到98岁。赖清德总统嘛感谢彭老师为台湾伫国际发声，对社会有正面良善的力量。空中英语教室创办人彭明辉昨暗过身，伊伫台湾点超过70天。去年6月，前总统蔡英文在台湾的护照交予老师，欢迎伊成做正港的台湾人。今仔前总统嘛伫面册感谢伊对台湾的奉献，帮助台湾人学英语哦，嘛讲台湾永远是你的厝。裴老师嘛特别交代讲，伊所有的一切拢要捐出去，协会嘛来为伊办纪念的音乐会。咱再来看，最近有光电业者拍算要伫中华的宏源1100家的国有地起太阳能光电厂，其中有600家的土地开发，国产署已经同意了。也毋过当地农民是真烦恼，讲未来会有光害，嘛会造成温度升高，影响到因的农产，所以成立自救会来发起联署，要求国产署得爱撤销这个动议案。拍死无退，反对政变，反对政变。10外个中华宏源的村长甲大凯的村民斗阵画口号，表达守护家园的决心。因为有业者要来遮设光电场，居民惊无田通种也烦恼，影响环境。咱是做田咧生活的，咱为什么要来？互财团的时阵，要来种电？啊，阮什么人啊？无政府要甲阮饲哦？尽量因莫来想咱这块地，咱这块地就是讲，大家拢过饲，行行顺顺，啊，几落道人。中华宏源5个村的村民组自救会，初7早起发起联署，因家国产署已经说几来年的农地，得要互业者提起开发光电场。农民表示，宏源的国有农地有1100家，不过国产署已经同意开发其中的600家，原地说地农民烦恼以后无田通好种。只是光电业者咧赚，啊了钱是了阮宏源乡。我请问一下，全国欠电是咱找宏源乡出去？离岸海岸的开发已经够多了，然后现在又逐渐进入内陆，而且我们不止有这么大面积的光电，连内陆的风机也不断入侵这个南彰化沿海的这个乡镇。
环团嘛接义接续中华大城推动供电示范区了后，即马宏远的国有农地，阁要开发供电，毋但违反农地农用政策，嘛违反分区使用规定，海线地区变做特定的受灾区。国产署是讲，目前拢还在沟通的阶段。长租国有土地是他的生财工具啊，他想一直是做种植这个农业的话，他就自己要评估，就不要去签这个同意书给业者。国产署讲，业者就算有同意函，嘛要摕到农民的同意书才会当申请。目前细地农民若要继续种，会使卖签同意书，保障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内的农保制度，保费的70%政府会补助，阁有双重生育老农津贴等福利哦。目前大约是有91万人投保。审计部调查发现讲，其中有8500多人哦，亲像阁有其他在野的工课，有人是律师，有人是建筑师等身份。农业部嘛表示讲，这开始有影，所以逐个月因拢会审查，发现有无合资格的人，就会来甲伊退保。伫大日头骹辛苦种植，农民看天食饭，收入无稳定，未少人爱阁减少其他的头路。为保障辛苦农民收入，政府提供农保。毋过审计部比对去年资料，发现投保的91万人有超过8500人，疑似其他性质，为律师、技师、地政士农户。按照现卖规定，禁止投保农保。农会它是人民团体，它没办法去查说，它还有，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有兼职啊，我们会去跟其他部会的资料库去做，都会定期做比对。加上农民保险关键上大理由，就是看准高福利，毋但保费70%政府出，也有生育双重等津贴，满65岁个领老农津贴。主持农业部承认有发现给农民的问题，或者每个月定期查核身份，将地籍、出入境、工商登记资料、甲农保在保人清楚比对。无实际种植无符合资格的退保。我们其实从过去很多案例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假农民，然后他会变成农会会员，他可能就是跟总干事、跟理监事的话呢，买一块农地哈。所以从这些过去的一些发生的案例来看的话，那我们农会真的就是在这块的话呢，就必须要非常的严格的来把关。假农民身份正行旁投保有教授指出。农会徛伫第一线受理相关申请，要更加严格把关。面对投机的行为，要学者建议修法增加法则，严防假农民的乱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东港国中的学生哦，研发移动式人工智能结校的系统，伫第20届的世界青少年的发明展哦，摕到金牌。这套结校的系统哦，改变传统的爱扫条码的方式，学生是以微胖做例哦，只要扫外形就知影结校，咱做伙来了解。甲棒放到机器内，扫外部形体就直接无跳出介绍，用手机一扫就记好笑。宜兰东高国中学生陈佑希、陈文琪甲陈怡文，以未胖无法度扫条码介绍做发想，研发出移动式人工智能介绍系统。伫第20届世界青少年发明展，摕到便利生活组金牌奖，甲台湾白金奖上大公赢。面包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办法列印条码。所以就有人在说，可不可以用 AI 视觉辨识来进行 AI 面包辨识的结账？学生一直调整测试，这个导入 AI 的系统研发的过程并无简单，经过真侪届失败，伫冠赛因为设备卡掉咧，敢若摕到银牌奖。学生无放弃，一直改进，提高稳定度。面包滑下来，它会自动先辨识一次，但是它会有影像卡顿的状况，所以我们就改成手动的，这样就可以完整的辨识到我们要的影像。发明顺利进入世界赛了后，学生也拄到语言的挑战，加在一直练习，顺利完赛。黄勇表示，学生得到的唔但是得奖，也是过程当中唔惊失败的发明家精神。他们除了具备有科学探究的天赋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时也具备有认真努力、坚持用心、不怕失败的科学家精神。这套计数系统透过扫物品的外形，就会当跳出计数应用，无限伫胖顶面。发明的学生表示，未来继续研发第4代计数系统，若准顺利，会考虑申请专利，互发明商品化。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贺锦丽昨宣布讲，副总统的人选是今年60岁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华兹。华兹已经第3届连任州长了。伊少年的时捌来台湾传教，嘛捌去中国教册。伊虽然捌讲过哦，就是天安门事件无应该袂记记，也毋过伊甲中国的关系嘛受到川普定牙的攻击。So Pennsylvania, I'm here today because I found such a leader. Governor Tim Walz of the great state of Minnesota. 60岁华兹捌做过陆军国民兵，伊2006年42岁时阵加入政坛，赢得众议员选举，连任4届了后，出马参选州长得利，即马已经进入第3届任期。已经是高中老师的华兹，致力拥护教育甲气候变迁对策。2023年，互对体权入宪，佮互大麻合法，甲建立优先价制度。为内部纳斯加州来的华兹有中西部劳动阶级的背景，甲外界沟通的讲话甲用字简单佮直接，比穿西装内裤带政治情形，华兹形象佮较草根甲亲民。过去几礼拜，华兹强烈批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讲川普定也是怪人的言论，为伊真紧也就真气。I just have to say it. You know it, you feel it. These guys are creepy, and yes, just weird as hell. That's what you see. That's what you see. 华兹管辖的明尼苏达州一向是民主党票仓，推翻战争外界预测贺锦丽可能找摇摆州副手的结果。政治分析家指出，这是真大胆的决策，显示民主党想要拼看卖，直接拼就川普将压败中西部选区，争取政治立场相对不明显的中间选民。Perhaps one of Walz's strengths is that he can speak to the kind of voter that was not particularly drawn to Hillary Clinton in 2016. But evidently swung back toward Joe Biden in 2020, which is an older, white, moderate voter, which Biden did pretty well with in the upper Midwest and the upper tier of New York State, for example. So by style, this guy could be appealing to that kind of voter for the same kind of reasons that the style of Joe Biden was appealing to that voter as well. 华兹也未惊政治路进前，捌去中国教册，也真侪摆带学生团体进行美中交流。会讲一寡中文的华兹，并无暗含对中国好感，不受讽刺指出，不一定爱将中国看作是对手。2014年，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阵讲，六四天安门事件不应该互人袂记哩。要做众议员期间，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不过，华兹甲中国的密切关系依然遭受川普定牙强烈批评。未来是毋是会继续发酵？值得观察。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再来看美国纽约有一个法的学者王树军哦，长久以来以反共的态度接近中国海外异议分子，包括台湾、香港、西藏等民主派的人士，也毋过背后所收集因的资料提供给中国政府。纽约法院判伊4项罪名成立，包括假做外国代理人、做假证，上济哦是封判25档的有期徒刑。王树军伫判决了后，行出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地方法院接受媒体简单的访问。今年76岁，王树军1994年到美国了后，就摕到公民身份。除了积极接触中国民运团体、甲流亡的众人，也有维吾尔人团体，也有甲主张台独的团体有来往。联邦调查局 FBI 伫2017到2021年对进行调查。因为依附收集民运人数的资料，是为转交予中共政府单位，搁伫2022年将伊逮捕。对切人纽约地院判决结果，王树军甲律师表示接受，不过律师强调，判决有罪的部分只是无照规定登记做外国代理人，甲所谓间谍行为无关系。We accept the verdict, and I'm going to say that on his behalf. We accept the verdict, and we understand it's incredibly broad law that penalizes being an agent of a foreign country, not spying for a foreign country. That's espionage. That's a totally different law. 不过，辩护律师会伫明年1月7日法院宣判刑期进前，努力争取重轻法律。律师指出，王树军已经76岁，要伫国情管理真歹联邦家家自家是真危险的。公视新闻徐家仁报道。来看桃园科技园区有3间 SRF 再生燃料厂哦，烦恼讲空气品质，早起有几啊百个桃园的乡亲去总统府佮经济部抗议，因不满讲桃园市政府已经废止3间厂商的许可，经济部佮撤销市政府的决议，因是要求讲中央应该爱听地方的心声。
汤圆内民意代表个李长带领几百个观音居民，由着北部条行入凯道，直向总统府，画着因无爱 SRF。桃园科技园区周边过来里的居民共同发出愤怒，认为事业废弃物做的固体再生燃料 SRF 烧来发电产生的空污，会让当地空气品质歹个较歹。你为什么要来抗议？不想吸真空气。当然是很可恶啊，对不对？那只有想到他们自己心理上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想到我们人民的心声呐、我们人民很生气呀、民意代表不满前任陶市府和 SRF 厂商来，无经过当地居民同意，尤其不满现在陶市府拢已经废止3间厂商的入园许可，厂商提出诉愿，但经济部却撤销市府的决定，居民实在是忍无可忍。没有环评，也没有这个开公听会就成立了，我们莫名其妙才知道的。不是政治问题，是民生问题，对不对？我们不是蓝绿对抗，这是地方共识，对不对？抗议民众随后前往经济部也印纸抗议，讲若是继续无顾到地方的民意，未排除围抢抗争，对本日的行动，经济部也无回应，但进行解释，会来撤销市府废止入园许可的行政处分，是因为桃科的主管机关毋是经济部，是桃市府，所以袂当以经济部收回推荐的理由来废止入园许可。市府其实会当直接依照家己定的法规决定是毋是要予业者入园。记者林俊平组张主家台北报道。再来看中油高雄的林园厂张环点，因为水汽的广线压力异常，有真侪水汽外漏，阁有真大声的噪音，当地民众是真不满哦。环保局接到报案嘛去稽查，认定讲是人为的操作出问题，嘛依照空污法来处罚。中油林园厂一直传出噪音，半暝时吵甲人袂困入，居民起甲摄影铺伫网络。8月初六暗时12点外，中油高雄林园厂新3轻工厂因为水汽的广线压力异常，安全开关搁入去，大量的水烟扑出来，还阁吵着别人。我嘛惊着，一崩着啊！无法度，阮住伫遮，免啦，就住伫遮，无法度啊。无欢喜啊，无欢喜要安怎？这10多年来，较总达到伫改进。噪音持续20至30分钟，附近的居民拢惊甲精神，连沿海路顶路段的居民嘛拢咧怨叹。中油林园厂赶紧回释咧，表示讲，迄当阵工作人员有赶紧处理，目前嘛已经针对问题来调查，避免搁再发生。不过环保局稽查了后，认定是人为操作的疏失，已经违反空污法。该厂未依操作许可证核定内容进行操作，以致压力过大，安全阀跳脱。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24条之规定，将依规定处分罚款10万到2000万元。环保局按算要重罚，不过事实上，这已经是中油林园厂今年第6届突查，前5届拢总是罚277万5千块。附近的居民虽然拢表示早就已经麻起啊，不过有关呼吁中油想办法来改进，让居民会当好好啊徛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关系安乡，今仔透早有8栋历史的吉野车头前一间旧厝着火，因为是房仔厝，所以火是烧甲真猛。加在91岁厝主赶紧逃出来，也毋过伊真毋甘讲8栋的旧厝就安尼乌有去了。一个接到有木造的家厝着火的消息，消防队赶紧去现场用水线拍火，毋过因为旧厝的建材拢是烟雾气，火是破了真紧。厝边头拢咧烦恼讲，住伫内底的人敢是已经走出来啊？12点外嘛，还差要困啊，会听救护车的声，早起来，下再来看。阿嬷，你讲60几岁哦，烦恼伊，毋知走出来无？这个火灾发生伫初7饭店过12点04分，吉安乡稻香路瓦近铁基路附近遐几排的家厝啊，毋知啥物原因熊着火。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后，出动10多台消防车，甲40多个消防人员甲技校去拍火。然后我们到达现场，发现这个1楼全面燃烧。然后我们一开始确定屋主已经逃出，然后后来询问他是说他有去叫1号的但是不确定有没有出来这样。加在住伫1号甲3号的住户，每手拢有安全走出来。其中有一个91岁阿嬷，伊是惊一条。伊讲伊前20外岁的时阵就过来遮，伫遮已经住70几年，想袂到这间厝就安尼烧起。我10点去困。
像山火遐吵啊，那乒乒乓乓安尼，啊一时啊都无电，啊我就去帮迄手电啊，帮早对后壁出。公所表示，即个发生火灾的两栋旧厝是自豪永年甲铁路局租的，差不多200多平。加在即个火势无甲计压站遐的厝拢烧了了。文化局表示，这个旧厝是日本时代起的，不过伫110年文主破灾的时阵，因为无文化资产的身份甲文主的占略，所以并无列作是古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凯美宏泰扩大伫台南黄金海岸的货轮苏菲亚号，最近是成袂少民众去翕相哦，佮有专业人士哦去翕日头落山的风景。竟然哦，佮有民众去划船哦，为着安全，今仔早起现场已经先用铁皮围起来咯。货船跨大伫咧沙坡，想袂到刷起引济民众来翕相，网络嘛有通看到真水的相片，不过安尼景致就要无通看。围起来，把铁板围起来。对，因为月底要拆掉了啦。现场不时阁有海巡人员来巡，为着安全嘛避免黄金海岸附近被人到假日时啊就塞车。相关单位嘛准备围铁皮，不过最近所有人伫货船乌白乱做。围起来也好，也保护他们自己的船呐，然后也避免我们人太靠近。还 OK， 因为这是算私人产物就是这不属于他们的，本来就是不应该这样子私自的，而且其实真的蛮危险的。货船是私人财产，乌白乱做，恐惊有毁损的问题。文化局好有创意，就爱去专区来发挥。其实文化局在我们的世围地下道以及我们的南区体育公园都有设置专区。那我们其实也蛮鼓励说，他们有机会的话，还是常到我们的文化局设置专区来呈现他们的一个街头文化的部分。这只跨大货船确实引起大众的注目，就连喷漆画图的人都来到闹热。不过，即马货船就要微离就地拆掉，特别的景致就要无通看。记者台南报道。来看屏东市中正国小创校120栋哦，为一栋日本时代起的校长宿舍，已经爬远40多栋了。屏东县申请中央的补助，用3栋的时间修复完成，内面是保留过去哦日本时代建筑物。目前是一个少年的团队在经营，咱做伙来看卖。行入去这间老厝，内面的装潢是希诺基做的，四界拢有历史的实物甲艺术品。这栋建筑物看不出来，已经有要90档历史。过去是屏东中正国小校长宿舍，即马是由屏东科技大学8位爱实物的校友进驻经营。负责人表示讲，当初会选伫遮，是因为内面的空间甲建筑的主体较有历史意义。阮一看了，阮就决定买一间安尼。因为我感觉伊的厝，伊即间厝的迄个历史，然后佮有伊的空间，佮有伊的规个环境，互阮感觉是足舒适安尼。这栋中正国小校长宿舍是伫1935年兴建的，到搭尾90年历史。原底是日本人小学校长的宿舍，嘛是屏东市区头一栋独立的馆体。过去因为旁远40栋拢无人住，建筑拢坏了了。针对这届修复，文化处表示讲，收集历史资料甲找原料开上侪时间，就是希望会当保留宿舍的完整性。就也没有办法目视它的毁损状况，那也要经过建筑师跟修复人员，可能要把一些部分拆解掉，由它的材料去决定我们现在要用什么样的新的材料去取代它。文化处表示讲，这栋老宿舍伫2014年互屏东县政府登录做历史建筑，即马是由少年辈入来经营，加做展览的空间，也互老厝有新的生命。记者张友辉、邱兆勇屏东报道。台北市今年建成140栋。台北市文化局是表示讲，12月进前哦，台北市内7个文字馆会串联推出真侪活动，要互民众来认捌台北市的历史。这栋是起伫1837年的学海书院，到今有190年的历史，是清朝时期台北的代表书院之一，真无简单，通保存到今。学海书院1985年封定做是第3级古迹，2010年开始修复工程，按算2026年通完成。在当时呢，其实就是作为学子教学的发展教育的一个空间。好，那到了在日治的后期，当时因为学海书院他要卖地，好，所以说由高家呢就把它承接下来。
好，那承接下来以后呢，就用这个空间当做他们的宗祠，所以一直使用到今，跟整个台北市建成的一个发展文化发展呢，有很深厚的一个关系。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表示，台北市有超过500大的文化资产，配合台北建成140周年，8月到12月会串联台北市70个文资馆所，推出导览、工作坊、讲座、工艺体验等活动，让你就想象一下。以前的台北城是什么样子？文史工作者会带着我们做非常非常多认识台北的相关的文资的导读。参与的文资馆所包括最近拄开放的李林秋故居、又名山顶的草山御宾馆，还有大场也出名的古迹丹天来故居等等，分布伫规个台北市。工艺体验也会带民众体验各款传统建筑的艺术工法，见证台北市140年来的历史。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2024年的台湾文博会今年是伫台南举办哦，8月23会起过。今年是有超过570个文创品牌和 IP 授权来参展，是规模上大的一届。这届的文博会哦，佫有甚物特色？咱做伙来了解。自2010年，为着要支持台湾的文创产业，文化部举办第1届的台湾文博会，向世界展现台湾软实力创造商机，嘛将做台湾上有代表性的文创展览。2024年台湾文博会要伫8月23起过，今年要伫台南举办，用台语的报道8面做主题，用8面透动的艺术来表现咱的文化资讯。为了呼应这个台南400的这条历史轴线，今年的文博会我们透过了非常多不同的内容，像是走读或是文化内容展演的呈现。甚至是品牌的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哦，去把整个对于台湾怎么样用丰厚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创意的量能来去面对世界的台湾，也就是台湾的版面。今年文博会特别用台语来设计每一项活动主题，有规划导览文创品牌展，也有各种表演和讲座等等，有超过570个文创品牌和 IP 授权来参展，是历来规模上大的一届。文化部长表示，透过规划文博展，可以看到台湾侪少年家的创意力量。韩国人已经早就用文化、用他的音乐、用他的舞蹈、用他的电影、电视，卖遍全世界，赚了很多钱。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是非常感动，而且它远远超过我对目前整个产品的这个台湾有那么多年轻人在做这个商品的认识。2024年台湾文博会按算自8月23办到9月初1。文化部指出，今年邀请到日本、韩国、加拿大等等6个国家的美主来参展。文博会嘛有特别设立国内外和台湾文创业者的双向媒合系统，唔但要积极开拓台湾的文创市场，也要和世界分享台湾的8面风采。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旧年7月哦，真侪人拢会普渡来看台北下海城隍庙，唔有拜祖先、拜好兄弟哦，卖替动物来办动物的超度法会。比方讲，当初是为着市场来办的，也毋过最近哦，这10外冬开始有信众卖替厝里的狗仔、猫仔来报名这个动物的超度法会。用上紧的速度，甲排骨切好一块一块，实在真无用。这是永乐市场的瓜阿姨，伊讲因为伊的头路是剁猪肉，为着要互家己心安，嘛替一寡猪仔超度。因市场的番仔伫逐档的中原普渡，拢会参加下海城隍庙的动物超度法会。因为我靠它赚钱，回馈它，每年都这样。中元节到的时候，就是鬼门开这样子。帮好兄弟普渡，我们也会顺便帮就是动物的这些牲畜做一些普渡，这样。下海城隍庙讲庙的隔壁就是永乐市场，当初是为着要提供市场的番仔来替一寡三心超度，才举办的动物超度活动，一定有900档的历史啊！对着时代改变，狗仔、猫仔成做人类上好的朋友。这10档开始有信众替狗仔、猫仔报名超度法会。那市场就有很多屠宰业的部分哈，那一开始是要超度这个产业里面的这个被杀的这些动物嘛。那因为现在社会很多人都有养这个毛小孩嘛，那当然就问我们说，那这个我们这个毛小孩过世，或者是说我们的宠物过世，可不可以也帮他超度？动保团体嘛表示，动物是咱人上好的朋友，动物超度法会，唔那是希望这寡动物伫另外一个世界会当过了好，对饲动物的民众来讲，嘛是一种精神顶面的安慰。记者伫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
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